今仔几多家庭做野外的2-3年路体脑杯石头路，而体路卡做传饭，食材冇咁简单咯。屏东市有4位好朋友的家庭，伊能19年来路乡下食野，唔单止是出嚟几好的感情，里面还乡下开传堂。因正一早乡社团许多路系行业，传堂嘅菜都系客家菜为主，唔过冇按油、冇按咸，也唔用调味。团人客遵照路卡人享用来款待。为大家食得安心康健。新润茶味，厂朋友爱去买养鱼传汤而用的食材。你要挑这样子没有伤痕的，圆圆漂亮的。哎，对，这样子可以。除了菜单上天初爱有的青菜以外，厂朋友当然还会看到咖啡上有那条能炸嘅下落野菜，为买本身人的囤传汤嘅乡食团，做食煮囤食野味饭传菜。这是我们自己中午要吃的，因为我们那边帮忙的还有我们家很多妈妈的小孩啊，所以小孩子要跟着我们一起吃饭啊，所以我们就必须买我们自己要吃的中午的菜。还有外加客人要吃的。来到做客已经开始无限轮准备嘅，有人切肉，有人切高丽菜，一件传统嘅贴片，是俾好朋友家庭做得讲当日乡下食野。一个乡食团10多年来唔单止食出嚟好感情，去年带喊乡下创业开业传汤。一开始就是为了说，自己小朋友可以吃到营养健康，然后自己大人也是啊，因为一天在外上班，有时候都是外食煮比较多了，难得有一餐说吃的比较营养、比较健康一点。那自己煮的菜又比较新鲜，然后调味料、食材也都比较好，然后就这样子陆陆续续就大概集合了10个家庭一起用餐。然后又一起创业，然后大家一起再开这家店。共识咯，他跟人每一个家庭，他跟人乡下来吃饭，拢安尼种理念都健康，安尼放安尼都可以跟传统，你用安尼去给他理念，都好像回到家里吃饭的感觉安尼。佮说安尼用安尼观念，如果按到安尼这10个家庭的那个成员啊，他跟人都乡下讲好，他跟人哎呀，底边所有拢系老板啦。10多年是俾家庭同下食饭，唔单止分享好食嘅料理，还个分享生活情形、相互关心，对饭桌上发展出彼此嘅感情。大家吃的又安心，然后又高兴，然后小朋友呢，很有趣的就是，小朋友跟大人有时候可以同桌吃饭，我们可以听他们在聊什么。那这个小朋友不喜欢吃什么，那个小朋友不喜欢吃什么，大家大概都知道。对，也是一个乐趣啊。就像我儿子以前很偏食啊，因为自己家里人口少，你就会煮得少。可是我发现大家共识有一个好处是，每天菜色不一样，小孩子就变得不会偏食了。吃饭时间几到，然后溜溜熟来做下路冲战场。乡食团的亚洲人可有规矩，下蛋呢、炒菜、种到盘内烘，一茶做几烘，各有自饮，全唔会交叉。11號，唔單止大人來做傳統事業，連成人哋未來聽書，較細嘅成人哋睇腦背聽書調菜，較大嘅都睇做下聽書，咁種嘅兩個每嘢讀傳音課，還做得發揮所學嘅。剛開始開的時候，很多都不懂啊，包括寫牌子啊，然後東西怎麼擺設啊。等他們在學校有教，他們就會把他們在學校學的經驗，然後就告訴我啊，媽媽你們要怎麼做，要怎麼放，要怎麼擺，對，要怎麼出餐。我會告訴他們說我們學校學什麼。比方說什麼？像出餐啊，就有時候會單案字很多，但是就會很亂，對啊，然後就照一步一步來這樣。每個家庭都有自家嘅手藝，鄉下食嚟10多年，大家一頓站嘅菜出10個位，鄉食團嘅亞洲人都同意發揮，研發出傳統菜式。每个妈妈她有自己说，她曾经煮过拿手菜，因为米客一煮嘛，每个人的菜不一样，对，所以我们就集合每个人的经验啊，一起做研发，然后一起讨论，然后一起制作。因為鄉食團嘅成員亦都係客人，傳統料理主要就係客家菜，竹蟲炒薑絲、炒肉都係招牌菜。因為講究康健，我哋嘅做法冇按油冇按鹹，客家路鄉睇路卡食飯用嘅安心。但係有啲以前咧太太
伊个起码伊讲奇怪，我们等下说说过多呢，不过我去趁的时间电脑个超无个太高，因为我们健康啊，我们用好健康的油，没用没油，啊我们少油少热量，啊我们煮东西拢，我们点方都没有油炸，你看到底诶。我们客家小炒一般人的偷管用炸的嘞，我们唔是，我们用油慢慢的逼早熟，我们能炒客家小炒。甲干过几好咧，米丝啊嘛甲就几好，啊个还你干过也煮饭几香啦，啊个系气氛以后一个古早的个，毋过几种的几香的古早味安尼，个装修啊。传统布摆各有老师味，各种人客印象几深。万春起宴是东北屏东市的老起宴，青岛老屏东人如改唱有很多老头摆。韩国的小姐姐是一个下嫩讲下糖的火凤舞，将营养做出来，并到传统度。当初在设计的时候，刚好我的老家就在拆了，因为小时候住的老家很有感情啊，想说就是复制一个过来好了，一个感情的投射哈。然后因为我有客家血统嘛。那我们本身姓黄是江夏堂嘛，哈，行号是江夏堂，然后我又加一点客家元素，就加一个客家的古训哈，勤耕雨读啦。还有新人呢，佢还会插货店，评论各种各样的人搭教的东西。老师的插货店变作为传统夜市开台。我们里面的成员他家里以前有开杂货店的，我爷爷开杂货店，他刚好有留了一些东西下来，我们想说刚好去顺便整理。然后把它也复制一下啊，所以有一个干妈店的那个自在商店的成立，然后刚好当我的柜台。店方打造出老师的气氛，菜色韩国系片菜饭，强食团而来亚家嘅示范令人下，就吃到清冷冷嘅，無論係看到位，還係食落到位，做清楚個有人情味。人下嘅反應都講，我哋呢輪你一近傳統哦，有啲感覺，嗰種鬼食家嘅做下嘅安尼感覺嗬，回家的感覺，所以人下來說咧，佢歡喜，米等人下嘅咧，我都講哦，佢清淡，佢好。因為自己吃，如果不想吃的東西就不要賣給客人，這是我們的理念。然後我們就是把客人當成家人，這樣子在經營。四位家庭共下示範19年，培養出從陸下營養嘅安全嘅感情，美食出空間同安心，家下一定行團強勢菜式，團人下分享，要行高度嘅人來亞家嘅共下示範。